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如果你而家喺紐約或者正打算飛過嚟大蘋果嘅話，咁你真係要留意啦，因為一年一度最浪漫、最粉紅嘅時刻終於到咗。冇錯，今年紐約嘅櫻花季已經正式進入咗高峰期。雖然今年冬天特別凍，雪又落得多咗少少，但紐約人終於等到呢片粉紅海啦。呢個禮拜絕對係紐約櫻花最靚、最震撼嘅時間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帶大家直擊中央公園、Brooklyn 植物園同埋羅斯福島嘅最新花況，仲會教大家點樣避開人潮，影出呃 like 大片。喺出發之前，大家要搞清楚紐約櫻花嘅三部曲。紐約啲櫻花唔係一炮過開晒架，係分批登場嘅。首先係奧卡滅大韓櫻，佢哋3月底就早早報到，深粉紅色好搶眼。跟住落嚟就係而家嘅主角 Yoshino 吉野櫻，由4月10號到20號呢段時間係吉野櫻嘅巔峰期，佢哋係淡粉白色，望落去好優雅，好有仙氣。最後如果你遲咗少少先到都唔使驚，4月底到5月初仲有關山櫻，呢種係松板櫻花，顏色深好多，一嚿嚿咁好似粉紅色嘅繡球。所以如果你而家喺紐約，恭喜你，你啱啱趕上咗最受影相佬歡迎嘅吉野櫻盛開期。好，我哋第一站去咗紐約嘅靈魂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。而家中央公園啲櫻花可以話係開到爆晒。你睇佢一路跌落嚟啊！會影景點1 Cherry Hill 櫻花山喺正 Bethesda Terrace 附近，呢度啲吉野櫻開到好似拱門咁，遮住條小路，襯埋遠處嗰2棟經典建築，係最標誌性嘅紐約明信片位。黃啦開始都，但係遠睇就好靚咯。啊，真係好靚喎！呢啲係成個 tour 咁樣嘅咧，個個掛住個證嘅。係可能呢啲咧，前邊參加啲 local tour 啊。景點2水庫周邊 The Reservoir， 呢度係我個人最推介嘅。喺正水庫嘅西邊同東邊有一整排吉野櫻，想像下，一邊係藍色水面，一邊係白色櫻花路，喺度跑步真係以為自己拍緊戲。景點3 Pilgrim Hill， 呢度通常開得最早，而家啲花瓣已經開始櫻吹雪咁跌落嚟，浪漫到暈。有個小貼士提提大家，中央公園係免費嘅，24小時開放。如果你想影到冇人嘅風景，我強烈建議你係朝早7點半前到。清晨啲陽光射落花瓣度，嗰種光感同晏晝完全係兩回事。如果你想追求一種好震撼、好密集嘅櫻花體驗，咁你一定要過橋去 Brooklyn 植物園 Brooklyn Botanic Garden， 呢度條 Cherry Esplanade 櫻花大草地係世界聞名。而家嘅情況係吉野櫻已經爆開晒，
而最壯觀嘅關山英隧道亦都差唔多啦，預計下個禮拜會最靚。特別要提嘅係2026年佢哋玩反花見之夜 Hanami Night， 4月21號到24號，園區會開到夜晚8點半，喺燈光下面睇夜鷹，仲可以食日本嘢同飲清酒，呢種氣氛喺紐約真係好難揾。記住啊，植物園係要提早預約買飛㗎，最近日日都full晒，睇完片即刻去官網睇下仲有冇飛。如果你唔中意同人逼，呢度有2個私藏 list： 羅斯福島 Roosevelt Island， 搭空中纜車過去，島上面條海濱步道開滿櫻花，背景就係曼哈頓嘅摩天大樓，影相非常有層次。另一個就係紐約植物園 New York Botanical Garden， 喺 Bronx 嗰邊，呢度空間大好多。目前佢哋啲櫻花都係處於 full bloom 狀態，而且遊客少好多，可以慢慢影，唔使驚有人亂入。最後總結一下，2026年嘅紐約櫻花季，因為之前嗰陣寒流，花期算係開得好穩陣、好飽滿。而家到4月底係最佳觀賞期，出門前記得做3件事。第一，去 download 個中央公園或者植物園嘅 Cherry Blossom Tracker 櫻花追蹤地圖，佢哋每日都會 update 邊棵樹開咗花。第二，帶多塊野餐墊喺櫻花樹下坐返1個鐘，呢個先係最正宗嘅紐約客玩法。第三，着淺色系嘅衫影相會靚好多㗎。大家最想去邊個位睇櫻花？或者你已經影咗啲靚相，歡迎喺下邊留言同我分享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訂閱同埋開埋個小鈴鐺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